事情，我早就想告诉你了。其实我早就认识你了。那时候的你，已经是个高级警官了。在说什么啊？你干什么？冷静点！你知道你现在袭警吗？你知道吗？好，别过来，冷静一点。陆川，我也是被逼的。对不起，陆川。啊？得罪了。史密达！李晨，李晨，你不要过来！史密达，李晨，别跑！小心！玉轩，不会有事的，你等一下，来，你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。不要！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呢？时间随时会恢复。约。我还以为你能帮我搞定他呢，看来我高估快叫到他中弹了！快，马上！先生，你怎么了吗？哎，先生，怎么了，先生？什么啊？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嘞。让一下。您可不可以出去一下？不好吧？出去。这针啊，就1秒钟的时间，东西去哪儿了？人又去哪儿了？怎么会这样？第2次发生了。走他，名字。
跳。 23。病人大量出血，血压下降60、40，心跳停止。准备电击，快！3、2、1，漂亮！3、2、1，漂亮！3、2、1，漂亮！ 米雪，米雪，起来，不要离开我。史密特，史密特，史密特，不要离开我。 米雪，起来！病人醒了。血压偏高，输液压也偏高，很快增加破血管药。是维持脑灌注。是。小心！我睡了多久？已经整整1天了。你不要乱动，你再打点滴，不要乱动。我姐米雪，你送来的女孩已经没事了，不要乱动。哎，你这个人，不是，史密特，我，你还好吗？昨天是不是遇到歹徒了？明雪呢？她怎么样了？他已经动完手术，刚转到普通病房。不过昨天很危险，失血过多，还好有救星赶到。是不是你害的？第四了，让他为了你陷入危险，这种事是第几次了？你自己说。小明，你冷静一点，他们是遇到歹徒，不是史密特的错。是我的错，就是因为我，明雪她才会中枪他。他跟明明跟廖总一起走，却又跑去找你，而你给他的只是再一次的受伤。我真替他不值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会小声一点。米小姐已经醒了，你们可以进去看她了。谢谢。明雪，哭什么哭啊？我不是好好的吗？要哭丧，再活10年吧。那是你没看到他昨天的样子，一副你死了他也不想活了。人家关心你吗？万一你出什么事情，我怎么跟你妈妈交代？好了，你们别看我现在躺在床上，不出3天，我保证下床跳旋转、跳跃我不停歇给你们看。米雪，你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其实也没这么严重啊，只是意外而已。意外？你走在路上中了一枪，这叫意外？
是啊，你说这社会这么乱，不小心踩到香蕉皮，不小心掉进河里，不小心中了一枪，这些都很正常嘛。明雪，你不要再帮史密特说话。他刚刚已经说是他害你中枪的。是啊，你看他在外面都不敢进来，分明是心虚。明雪，可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他在跟人搏斗，我跑了进去，忽然之中有人开了枪，打中我。那人是谁啊？不管那个人是谁，我们都要赶快报警，把他抓起来啊！不行，千万不能报警。为什么？因为开枪的人就是警察。